麵包係美國人心目中嘅生命之柱，佢哋對麵食嘅狂熱可以話係刻喺 DNA 入面。據統計，美國人平均每年食嘅麵包高達53磅，即係大約24公斤。喺咁龐大嘅麵食消耗入面，嗰種軟沉腍、白雪雪嘅白麵包佔咗絕對主導地位。而我哋今日要深入揭微嘅，正係一款統治美國超市貨架近100年嘅經典白麵包，堪稱白色洪流入面嘅期間。呢款麵包嘅歷史可以追溯到1910年，由當時美國最大嘅烘焙集團一手打造。喺佢最輝煌嘅窮豐歲月，呢間公司簡直就係一部無情嘅碳水化合物印壓機，喺全美各地營運住超過60間超大型麵包廠，請咗超過35000個員工，每日靠住密麻麻嘅1萬條配送路線，向全美超過20萬間食品超市同零售市場源源不絕咁輸送白麵包。同一時間，喺美國最先進嘅麵粉廠同著名嘅酵母工廠入面，科學家發明咗無數總諗都諗唔到嘅儀器，將麵粉同酵母研究到極致。今日就等我哋帶你一一深入呢啲超級工廠，由每個流程揭開呢堆散沙一樣嘅原料，點樣變成成千上萬種香噴噴嘅麵包。等我哋將鏡頭推向堪薩斯州萊克薩市一間大型現代化烘焙工廠，喺呢度你會見識到咩叫速度同效率。一條鬆軟香甜嘅白麵包誕生，由一堆散沙咁嘅原料，到最後入埋印有彩色氣球圖案嘅膠袋，成個過程只係需要6.5個鐘。呢場魔法究竟點樣進行？工廠嘅巨型機器會將糖、酵母、麵粉同水按照絕對精準嘅比例混合，搓出一個重達1000磅嘅超級麵酒球。呢個盤然大物會被送去靜置發酵，喺跟住落嚟嘅3個鐘麵酒入面嘅酵母就好似食咗一餐自助盛宴咁，開始瘋狂繁殖。佢哋吐出嚟嘅氣體硬生生將呢個麵酒嘅體積撐大咗1倍。但仲未完，呢個只係前戲。呢個半製成品嘅麵酒會被掟入一部更加巨大嘅攪拌機。喺呢度，天花板上面嘅料倉會經過粗壯嘅管道，好似瀑布咁傾中落嚟，更多麵粉、酵母、糖同水。值得一提嘅係，喺呢個最終混合物入面有5%係液態糖，千祈咪睇少呢5%，正係呢個恰到好處嘅糖分庫。與咗呢款麵包嗰種令無數美國細路仔不能自拔嘅標誌性微甜口感，為咗令麵包更軟熟、保質期更長，工人仲會人手添加麵酒改良劑同防霉劑等護料，經過12.5分鐘嘅瘋狂攪拌，呢啲原料融合成超過2000磅嘅巨型麵碎。喺跟住落嚟嘅3.5小時，呢個汽車咁大嘅麵酒會踏上一次奇妙嘅自動化漂流，喺一條幾乎睇唔到人嘅流水線上，佢俾機器極其溫柔咁切割搓圓，然後送入一個溫暖而且極度潮濕嘅密閉空間。呢個空間對麵酒嚟講就好似一個頂級嘅熱帶雨林桑拿房。喺跟住落嚟嘅1個鐘，麵就喺桑拿房入面緩慢循環。呢個過程喺專業術語入面叫做醒發階段，亦係酵母們展現真正技術嘅時候。喺麵酒微觀嘅內部世界，數以萬計嘅酵母細胞開始以麵酒入面嘅糖分為食，瘋狂進食同進行新陳代謝。佢哋食咗啲糖分，然後排泄出二氧化碳同酒精。二氧化碳氣體喺麵筋嘅包裹之下無路可逃，唯有硬生生將麵酒撐到成個氣球，咁直至啲糖分俾佢哋食到一乾二淨。又或者佢哋喺跟住進入高溫焗爐嗰陣，俾熱力撞散焗死，呢種膨興先會停止。同時，麵酒入面嘅細菌會趁機分解晒大部分嘅酒精，呢個就係點解麵包聞起嚟會有一種獨特嘅令人流晒口水嘅麥香風味。至於剩低嘅一啲啲酒精殘留，就會喺幾百度嘅高溫焗烤之下瞬間蒸發，絕對唔會令你食個麵包
就因為酒後駕駛俾人拉咗。經過漫長隧道式嘅烤盤焗烤之後，啱啱出爐嘅麵包內部溫度高達93.3度攝氏，呢個時候絕對唔可以心急，一定要俾佢哋喺涼風入面慢慢降溫到37.8度攝氏，然後先至進入切片同包裝嘅環節。工廠嘅老師傅會嚴厲咁警告你，如果為咗趕時間太早包裝，麵包散發出嚟嘅熱氣會喺膠袋入面變成冷凝水，咁樣簡直就係幫霉菌搭建咗一個完美嘅溫床。順便插播一個極之有趣嘅冷知識，早喺1930年，呢款麵包就做咗件驚天動地嘅大事，佢係世界上最早推出切片麵包嘅品牌。喺嗰個連手機都未有嘅年代，大家買返屋企嘅麵包都係一大個麵包棍或者麵包球，食嗰陣要自己攞刀辛苦咁切。啱啱推出切片麵包嘅時候，當時嘅美國大媽們都充滿懷疑，覺得預先切開嘅麵包肯定乾到好似柴枝咁，好快就會壞。但事實證明，呢種懶人恩物迅速值咗全美。直到今時今日，英文入面仲有一句極高嘅讚美 ：The greatest thing since sliced bread。翻譯過嚟就係自切片麵包發明以來最偉大嘅事物，足以見到佢嘅歷史地位。為咗保持新鮮，呢間工廠有住極其嚴格嘅時間管理。佢哋每個星期瘋狂烘焙，確酷號，第二日就可以送到超市。佢哋用包裝袋假口細嘅顏色嚟暗中標記烘焙日期，藍色、綠色、紅色、白色、黃色，每日換一種顏色。咁樣你貨員只要掃一眼，就可以迅速將唔新鮮嘅麵包切落貨架白。麵包嘅原料其實就4個字：純粹嘅白。但要得到呢種純白，就需要大自然同重工業嘅完美配合。呢一切嘅故事都要由1萬年前嘅中東講起。嗰陣有個粗心大意嘅人，將一煲麥片粥漏咗喺火堆隔黏粥入面嘅水分，俾火慢慢烤乾，最後變成咗一塊厚實實、硬掘掘嘅薄餅乾。呢塊就係人類史上第一塊麵包。到咗公元前5000年，聰明嘅古埃及人發現，如果將呢種麵糊喺空氣入面擺幾日，佢會因為沾染到空氣中嘅野生酵母而發酵膨升，焗出嚟鬆軟好食。喺嗰個年代，麵包直頭就係硬通貨，甚至俾法老王攞嚟做糧翁出俾起緊金字塔嘅工人。1萬年後嘅今日，小麥已經征服咗地球。單單喺美國，每年小麥嘅總植面積就高達驚人嘅10萬平方英里。比成個英國嘅國土面積仲要大出成個圈。當風吹過呢片10萬平方英里嘅金色平原，翻滾嘅麥浪就係碳水化合物帝國嘅底氣。不過要令生喺地入面嘅小麥變成你口入面嘅麵包，仲要經過極之殘酷嘅解剖。想象一粒成熟嘅小麥，佢其實係個3層絕稿嘅微型保膜。最外層嗰件堅硬嘅盔甲叫做浣皮，富含維他命同粗龍維。佢嘅底部收埋咗胚芽，呢個係小麥生命嘅種子，充滿油脂同緩物質。而佔據小麥絕對體積嘅中心部分叫做胚乳，胚乳入面塞滿蛋白質同純粹嘅澗粉。佢原本嘅作用係俾營養新芽生長。而我哋成日講嘅白麵粉，其實就係耕走咗盔甲同種子，只剩低純粹澗粉同蛋白質嘅胚乳粉末。由人類學識整麵包嘅第一日開始，將胚乳由彎皮入面完美分離出嚟，就係全世界所有磨坊主嘅畢生中夢想。為咗睇下人類今時今日喺呢件事上面去到咩地步，我哋嚟到堪薩斯州曼哈頓市，呢度有堪薩斯州立大學著名嘅麵粉加工實驗室，亦係美國最先進、最科幻嘅麵粉研究機構。行入呢度，你會以為自己去錯咗乜嘢化工廠，內部完全係一個由巨大嘅不衝鋼管道立明嘅機器組成嘅複雜迷宮。佢哋利用強大嘅高壓氣流，將麥粒
由呢一層強行傳送去另一層。呢度嘅脫殼過程極之粗暴而且精密。震動嘅粉碎機入面安裝咗一系列網眼，愈嚟愈細嘅特網。小麥被碾壓之後，大塊嘅溫皮同含油嘅胚芽喺最頂層嘅特網上被無情咁晾折，而嗰啲被碾碎嘅細碎胚與粉末就好似雪花咁跌到落最底層。更誇張嘅係流水線上竟然仲配備咗高科技嘅光學感應器。呢啲機器嘅眼會逐粒逐粒咁掃描飛馳而過嘅麥粒，一旦發現顏色唔啱或者發霉嘅麥粒，就會瞬間發射高壓氣流，將佢精準咁擊飛。接住麵粉流仲會經過極之殘暴嘅高速衝擊切製臂，利用離心力將混喺入面嘅任何微小蟲卵或者蟲體碎片瞬間粉碎殺滅。不過，淨係將麵粉磨出嚟係唔夠嘅，仲要令佢哋變成能夠做出靚麵包嘅神奇麵粉。喺大學校園嘅烘焙科學實驗室入面，科學家直頭將麵粉當成航天材料咁研究。佢哋發明咗數十種諗唔到嘅儀器。質臼儀，一個專門用嚟按壓焗好嘅麵包，以測量佢到底有幾硬嘅無情鐵手。拉伸儀，將麵受掛上去搏命拉扯，睇下佢嘅彈性極限喺邊度。最有趣嘅係一部叫吹泡儀嘅機器，佢會向麵皮入面瘋狂吹氣，測試呢個麵酒包裹二氧化碳氣泡嘅極限能力，直到啪一聲吹爆為止。呢一切嘅測試都係為咗研究小麥入面一種神奇嘅獨門秘笈——彎質，亦即係我哋成日講嘅麵筋。小麥係地球上唯一一種含有足夠彎質嘅鍋給物。當麵粉遇到水之後，麵質就好似一張極之堅穩而且有黏性嘅彈簧網。當酵母喺麵酒入面產生氣體，呢張網就會死死咁鎖住氣體，唔俾佢走甩。麵酒就好似吹氣球咁膨升起嚟。呢個就係點解大米粉、粟米粉無論點發酵都焗唔出嗰種鬆軟拉絲嘅大麵包，因為佢哋天生就缺乏呢張彈簧網。如果話麵粉係身體，咁酵母絕對係麵包嘅靈魂。幾千年嚟，人類只能靠捕捉空氣中嘅野生酵母嚟碰運氣發麵，直到科學家終於搞明白呢啲微小嘅真菌，並學識將佢哋集中起嚟當寵物咁飼養。咁樣唔單止改變咗麵包，甚至引發咗烘焙界嘅工業革命。喺美國田納西州嘅孟菲斯同加拿大蒙特利爾坐落住著名嘅酵母工廠，呢度嘅畫風睇落同加啤酒嘅酒廠一模一樣。科學家精心挑選出最精壯嘅酵母微生物，將佢哋抌入幾層樓高嘅大發酵桶入面，桶入面裝滿酵母最愛嘅至尊級美食——溫熱香甜嘅粗製糖蜜。喺呢個糖蜜游泳池入面，酵母開始咗一場長達36小時嘅狂歡派對，佢哋瘋狂繁殖，不斷分裂。36小時之後，工廠會將發酵產生嘅酒精廢水排走，就只留低呢啲食到肥肥白白嘅酵母大軍。因為呢啲微生物極之撩氣，稍為凍咗熱咗都會跌高攻，所以科學家必須24小時印擺實監控熒幕。呢啲活蹦亂跳嘅液態忌廉酵母，跟住會被裝入限溫嘅油罐車同火車，火速運去全美各地嘅大型麵包房。但液態酵母太容易變壞，老百姓喺屋企點樣用？呢間酵母公司喺20世紀40年代發明咗一項堪稱黑科技嘅工藝，佢哋將液態嘅忌廉酵母倒喺灼熱嘅不松鋼滾筒上面，快速蒸發走水分，然後刮落嚟壓成鮮酵母散。更犀利嘅係，佢哋將鮮酵母散進一步打碎，喺極之精準嘅低溫下緩慢烘乾。呢一步就好似幫酵母按咗暫停掣，被抽乾水分嘅酵母瞬間進入咗深度休眠狀態。呢個就係我哋今日超市入面隨處可見嘅 corn 酵母。喺呢個神奇嘅休眠狀態之下，佢哋可以喺你嘅櫥櫃入面毫無生命跡象咁沉睡，長達2年，
直到有一日你將佢哋倒入一碗30幾度嘅暖水入面。工業化嘅高效同流水線確實令麵包變得無比廉價，令所有人都可以填飽個肚。白麵包今日依然係美國超市入面當之無愧嘅銷量之王，但係歷史總係呈螺旋狀上升嘅。當人哋食厭咗嗰種軟腍腍、充滿添加劑、擺半個月都唔會發毛嘅工業切片麵包之後，一股崇尚天然回歸、全谷穀物風味嘅手工麵包潮流開始喺美麗嘅大地上強勢復興。呢個就係著名嘅手工麵包運動。呢場運動嘅火種最初係喺加利福尼亞州嘅柏克萊被點燃嘅，嗰度有一間毫不起眼嘅麵包房，佢哋打響咗反抗工業麵包嘅第一槍。呢間麵包房由一開始就定落咗鐵律，主打純手工，堅決只採用天然原料，絕對唔加任何亂七八糟嘅防腐劑同人工改良劑。佢嘅煲麵極細，連轉身都嫌迫，但佢哋焗出嚟嗰啲帶住焦糖色硬殼、散發住濃郁麥香嘅發棍同酸種麵包，瞬間征服晒食家嘅靈魂。呢場手工運動就好似星火燎原咁迅速蔓延，激煉咗全美成百上千間類似嘅小型獨立麵包房破土而出。呢啲手工麵包師傅每日透過瘋狂嘅試驗去尋找唔同酸麵就發酵劑同純天然原生態麵粉嘅最佳配搭。佢哋探索出一套唔需要化學防腐劑都可以令麵包長期保鮮嘅古老智慧。例如佢哋焗出嗰種外殼硬掘掘嘅鄉村酸麵包，即使放喺室溫之下都可以至少保持足足1個星期嘅新鮮度，絕對唔會艱辣或者發霉。當中嘅秘訣就喺嗰個爆裂嘅酸麵手。老麵發酵過程中產生嘅天然乳酸本身就係一種地球上最原始亦最安全嘅天然防霉劑，而且酸麵酒及其特殊嘅發酵網絡能夠好似海綿咁死死鎖住麵酒內部嘅水分，從而令麵包長久保持濕潤同新鮮。時至今日，呢場文藝復興已經取得極之驕人嘅戰績。喺美國，嗰啲由本地小型麵包房新鮮焗製即場售賣嘅天然手工麵包，已經硬生生由工業巨頭嘅口入面搶走咗全美麵包總銷量10%嘅巨大市場份額。而且呢個數字仲以越嚟越快嘅速度瘋狂增值緊。咁樣，你睇完今期影片之後，你會選擇價錢更低嘅工業切片麵包，定係更質過更原始嘅純手工麵包呢？歡迎喺留言區留低你嘅答案。我係今期嘅主持人，如果你中意我哋嘅影片內容，歡迎讚好訂閱，等我哋一齊走遍全球，揭滅每一間神奇嘅後廚。